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个读做磨。这个读做磨是白音，磨就是用石磨来磨刀，互刀会当变搁较利。另外，研粉这个动作嘛是磨，像咱讲甲药丸磨做药粉，会当混看讲是操螺磨练的意思，像咱讲拖磨。另外，这个磨嘛有掺水，互这个墨扬起，落去磨，咱讲是磨墨。这个文音读做无，这个无就是 A 的意思，像咱讲下过会当讲无过。另外，这个无过假使咱讲是石磨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拖磨，这个意思要挖石磨，代表罗心北北足操劳。第二个词读做石磨心，这字面的意思是讲石磨啊相接顶面甲下面迄支德心，代表讲夹伫中央足歹做人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，做牛就拖，做人就磨。爸囝为囝来拖磨，过去用心咧请，望囝交大，结果囡仔大汉煞袂下，伫咧冤家，爸母真做石磨心，足歹做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磨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无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